4月初3的大地震，甲花莲酸断甲真正力，嘛严重冲击到当地观光。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过一段时间，华视新闻杂志重回花莲，发现当地观光也是无起色。饭店的大卖率甲永年同期比起来，竟然无到2成。而这个艰难的过渡期，店家联手合作，推出着深度旅游的行程，像七星潭渔业家族。大力推广着水鱼教育，甲独有的百年掠鱼的文化。新兴文创园区是透过幼乐美食，讲花莲在地故事。花莲是花莲的旧地名，太鲁阁一直以来拢是花莲国际级的景点。工程单位拼要伫2024年的年底修复完成，期待重新开放了后，互花莲有机会挽回局势。花莲产业的振兴，伤痕累累的太鲁阁，伫复原的过程会经历什么款的挑战？带乡亲深入了解。地震之后，九曲龙步道上面确实它的变化非常大，也看起来很多的画面看起来相当惊悚。以地层的这个稳定性来讲，给大自然一点时间慢慢复原。外县市其实都还是会有疑虑，所以我们也很快的就恢复，跟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岗位上面。透过这样的号召，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继续往下走。因地高线花莲往太鲁阁行，先看到是规片明显的伤痕。看，那个以前是一眼望出去都是绿色的山，现在看出去是坑坑巴巴的。地震还没来以前，我们几乎都是，几乎天天都能够有车趟可以跑。那现在呢，很难得才出一趟。4月初3大地震重伤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到目前为止持续管制封闭，连带影响花莲的观光产业，观光客人数差真多。为了挽救这个情形，太鲁阁要拼2024年底开放部分的游乐区。太鲁阁、天祥部落湾、下台地这些游憩区，我们希望配合一些工程的这个抢灾跟复原哈。那今年可以先开放。那另外苏花地区它可及性比较高，就在公路边嘛。那公路边的设施，我们也希望是在今年底可以把它整修完，可以开放。葫芦湾、中春树以及九曲洞这热门景点的部分步道，要伫2024年12月开放游客进入。目前实际状况安怎？咱来去看卖。离游客中心驶车差不多5分钟，行过磅空，就驶到沙卡朗步道。经过大地震摧残，走了已经面目全非。阮继续由台北河线往九曲洞行，沿路看到的拢是碎石仔，互人心惊胆寒。这边开始就慢慢进入峡谷了啦，所以你等一下你会看沿途的状况就很不好。资深的解说员林无尧已经伫太鲁阁服务35冬，经过真济摆地震甲洪灾，拢无2、4、3大地震这严重。太鲁阁国家公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峡谷地形，非常吸引游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了哈。但是地震之后，这个峡谷的整个步道九曲龙步道上面，确实它的变化非常大哈。那也看起来很多的画面看起来相当惊悚哦。确实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惋惜。因为明隧道的关系，所以好像以这个路段里面的状况稍微好一点。对，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些这个防护措施啦哈，那但是
其实有一些岩石裸露中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前面就是九曲洞的那个水景步道，啊，这是水景步道。喙石啊挡住头前的去路，加听到山水神的叫声，形成强烈的对比。原路西环头，古晋细里西里大八号线，九曲洞在后的景象，依然留伫脑海中。进入部落湾顶悬的大地，废弃的度假村中，山顶连来大粒石头，高看嘛是互人着惊的画面。上面的地方，然后一路滚下来，对吧？对，那个因为那个是大理岩嘛。好，滚下来，然后到这边，然后碰到那个石头，然后转一个弯，就到刚刚那个位置。布洛湾这个区域，然后这边评估安全没有问题，然后修好，好，这个也是被列为优先开放的地方。来到部落湾下骹的大地，吊桥的引导和大粒石头同上的分野共款真明显。加在是部落湾吊桥本身无想到，真昔日来到桥面上，阮看到的同款是壮丽景致。技术赛车往中春树，恢复流水，视觉听觉相同的享受。总快头那个结果风景依然存在，也不想要重回英国观光盛况，安全必须是优先的考虑。太鲁阁国家公园预计在今年年底视修复情况来开放部落湾、长春祠以及九曲洞等受灾状况较为轻微的步道，但专家学者认为，这一切的修复时间或许必须要更加延长。根据在台湾921地震，或者像在日本311的地震或者是这个阪神地震他们的这个经验大概可能要在10年以上，甚至更长的时间，要到30年才会渐渐的稳定下来。好，所以而且还要再考虑到之后的有一些豪雨、大雨的这些灾害，可能会造成土石的这些灾害。那这些呢，都是在考虑的范围里面。确保安全后，再重新开放，中央甲地方拢伫想尽办法，提出各种的补助方案，想要找回失去的观光人潮。好，在这个团友的部分，中央是20人团，第一天晚上他补助的是2万块。那花莲这边20人团，我们是连续住3个晚上，每个晚上都可以补助1.5万。中央甲地方开大钱的补助，也过现实是观光人数同款无提升。地震后，旅馆、民宿大房率拢正低，就算是连续的假期，业者嘛是惨淡的经营。因为其实往年呢，不管是母亲节的假期，或者是端午节的假期，花莲的平均住宿率大约都在75%到80%以上。那今年的端午假期其实我们大约也是不到2成左右的数字。那当然相比可能只剩往年的1/4，甚至是1/5，所以这个落差真的是非常的大。大地震阴影和外地人会惊。永年占总观客人数差不多30%的塔罗阁，尚无需要规半年的修理才会当开放。无国际级的出名景点的公园，花莲要安怎展现其他亮点，吸引人潮？离花莲市区赛车差不多10分钟的七星潭海岸，海天一色，风光明媚，在地猎鱼文化嘛是一个大特色。在旁边看就可以看到，离我们大概200-300公尺的距离，非常的近，就看到海面上有一颗一颗的浮球。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存在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渔法，它叫定置渔法。它是固定在海里面一种抓鱼的方式，然后它都是就是捕捞是野生洄游性的渔获，它不会投放饲料。黄文启自细汉伫台北大汉，伊外公是七星潭在地渔民。学生时代，当年寒暑假来到东海岸是上早的回忆，伊的创业嘛为这开始。
就每天早上就是大概5点就起床，然后跟渔人就跟我舅舅他们，然后就是到渔场这边来看，他们每天从最早上就是接载渔获，他们怎么接载，然后到其实大家现在看到新潭其实非常的美，而且非常舒服。那大家其实就可以听到就是在海边，因为我们这边是鹅卵石。所以这边你会听到的浪声，也跟其他地方的海浪是对很不一样的地方。2016年，黄文启放弃出国读博士，以职青谈为基地，甲信念同款的伙伴做伙推广实鱼教育。那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在谈台湾的海洋教育，针对是在食鱼教育的这一块，就是因为鱼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接近海洋的媒介，怎么去透过鱼去串联海洋。轻轻的摸哦，轻轻的摸。用网的人物鱼种，了解如何将因为海洋中掠上岸，刷来佮亲手料理来食。成就国小囡仔一节丰富的参访，更较进阶体验课程，就是直接前进海景第一排做近距离的观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跟我们在西岸常看到的塑料渔筏，其实你看到它的尺寸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东岸这边要面对的是太平洋，那后面这边凸出来这2根呢，就是我们这边其实很特别的，对，它会要固定，因为我们渔人他们在冲浪的时候，他们要固定他们的船头，因为我们太平洋这边就是它有浪，那渔人他们其实要冲这个浪，他们会要顶浪，所以这边会是翘起来的这个船头，是他们可以顶浪，安全顺利的出去到我们的海里面，到我们的接载船里面把渔获再接载上来。那个不是只有在台湾，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其实你只有在花莲才可以看得到。那也是因为我们这地方的地形跟环境，所以其实那时候回来看到这些东西，对于这边的渔人，他们觉得是一个生活的日常；对于很多的花莲人，或是可能有些花莲人还不知道，但其实那个其实都是算我们在地很特别的 DNA， 包含在地的这个100年的渔法，到他们每天在做的这个新鲜渔获上岸的事情。像回游吧，我们希望是可以透过一个商业的模式，是消费者他们可以实际透过参与活动或实际支持永续的环境的这些的产品，来去真的去认识到台湾海洋的议题，或是支持台湾自己在地的生产者。所以观光客来，他们不是只有吃一吃就结束了，或是他其实在我们提供的餐点里面，它是真的是可以是使用到花莲这边在地友善捕捞的这些业者他们的产品，那还有到他在吃的体验的过程中，他也会认识说，不是只有口感跟味道，而是我们可以认识这个地方，像新潭这边100多年这个产业渔业的历史。依照理想甲热情，团队经营豆豆起步，不过地动的灾情依然对因造成真大的影响。无定期团体旅客收入差真济，所以讲黄文启决定甲其他在地店家合作，做伙自救，做伙为花莲做一件代志。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花莲，过去可能只是一个点，但现在怎么变成是从点到面？所以我们业者间也开始推出了，不管是像是有一些是预约花莲一些平台，是让大家其实过去可能也因为透过这一次震后的，就是一个机会，让大家其实可以再更认识花莲。在美仑溪边的将军府1936园区，嘛是互相合作的店家伙伴之一。将军府园区是日本时代官舍，国民政府迁台了后，成为陆军的眷村。到今嘛依然保持日本建筑的古典风格。2023年的电创新团队入来，头一个目标就是要打造专属花莲人的客厅。特色的餐饮文化伫遮发展了真旺盛，因拢有一个共同的任务。透过吃可以了解在地花莲的特色，我们都会给他一个使命或任务，就会说出一个花莲的故事。美食配美景，串联在地故事。当日头落山，路顶倒起来时，美术嘛为花莲点亮希望之光。全球最好水域的地方，台湾就是花莲。那我们就是要推广花莲的水产品。林田山，包括松原别馆，我都去过了。这里真的是最美的地方。2024年4月7日开幕的将军府园区，无过偌久就拄到大地震，不过因无因为安尼就被拍败。
不要因为太鲁阁没有了，然后就大家不想来花莲玩这样。那这也是我们当初在做振兴旅游方案的一些初衷跟想法，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花莲还有其他很多好玩的，然后让游客可以放心来这边。因为除了市区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房屋倒塌之外，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其实是 OK， 就像我们在4月3号地震完之后，隔天其实我们就整理完毕，然后准备要迎接游客进来。将危机化为转机，受重伤的头路阁依然有美好的未来。这个峡谷的地景之所以可以这么的精彩跟漂亮，那么的壮观，跟地震、跟板块运动的抬升，还有溪水的下切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就是给大自然一点时间慢慢复原，那也给我们国家公园管理处可以有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些设施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我觉得花莲其实算蛮团结的，不管是旅游业或者是餐饮业，那它可以透过这样的号召，或很迅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振兴方案这样，然后让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继续往下走。花莲其实我们也很快的就在就是恢复，跟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已经回到了就是正常的岗位上面。那我们其实也透过这2个月的时间，也蹲点，开始也去重新的盘点，是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一些特色的东西？那也迎接大家在暑假旺季的时候，也都欢迎来到花莲这边来做花莲在更其他的旅游。花莲人团结同心自救，做伙打拼复苏观光经济。虽然地动的创伤依然存在，因依然期待大家会当再次踏上美丽蔚蓝土地。